予歌罗西信徒的批，歌罗西第1章。我是保罗，奉上帝的旨意，做基督耶稣的使徒。我甲咱的兄弟提摩太写批予住伫歌罗西的信徒，就是甲基督结连忠信的兄弟姊妹。愿咱的父上帝赐恁恩典甲平安。阮为着恁祈祷的时，时常得感谢咱的主耶稣基督的父上帝，因为有听到恁对基督耶稣有信心，对所有的信徒有疼心，这个拢是用迄个为着恁放伫天顶的愿望做根据。这个愿望当初福音真道传予恁的时，恁已经有听到，拄甲福音开始传到恁遐，佮恁真正认捌上帝的恩典，迄日起的情形相款。这个福音现在已经传到全世界各所在，继续在成长结果子。恁对甲阮边边做奴仆亲爱以巴弗有学着上帝的恩典，伊为着阮忠实在做基督的车用，嘛有对阮讲起圣神，互恁有疼心的事。因为安尼，对听到恁的消息以后，阮有继续在为恁祈祷，求上帝互恁会当对圣神得到逐款的智慧甲理解，充分明白伊的旨意，言行举止照主所爱，凡事互伊欢喜，佮互恁做逐项好事，结好果子。对上帝的认捌嘛如加添，愿恁对伊荣耀的权能得到教业的气力，有耐心通忍受一切，佮用欢喜的心感谢天父，因为伊互恁会堪得分享伊为着家己的信徒保留伫光明国度的福气。伊救咱脱离黑暗的关系，甲咱刷入去伊所疼的囝的国度。咱对伊的囝得到救赎，罪得到赦免。基督是看袂到的上帝的形象，伊是大囝，比一切受造的较早有。因为上帝通过伊来创造万有，就是伫天顶甲地上，看袂到的甲看袂到的，灵界坐王位的甲主政者、统领者甲掌权者。上帝通过伊，也为着伊创造万有，也未有万有以前，伊就存在。万有靠伊连结好势。伊是教会，就是伊的身躯的头。伊是元始，是大囝。上帝予伊成做头一个，对死人中搁活的，通伫万有中成做第一。因为上帝照家己的旨意，将家己完整的德性充满伫伊内面，通过伊的囝，上帝予万有，无论伫天顶也是地上，拢甲伊和好。上帝通过伊的囝伫十字架顶流血死，来促成和平。恁有一时甲上帝断绝关系，心思甲伊敌对，做歹代志。毋过现在，上帝已经通过家己的囝肉体的死，互恁甲伊和好，成做圣洁、无缺点、无通嫌的祭面，献伫伊面前。恁着坚持信仰，坚固徛在，互恁听到福音的时所得到的愿望无摇动。这个福音已经传予天下众生。我保罗就是这个福音的车用。当我为着恁受苦，感觉真欢喜。因为我肉体的受苦，是得完成基督为着伊的身躯，就是教会受了袂了的苦难。我做教会的车用，我对上帝领受的任务是为着恁，要将伊的信息完全传开。这个信息是历代以来对人类所隐瞒的奥秘，现在已经对伊的信徒显明。上帝要予因知影，伊为着外邦人所准备的奥秘是偌尼丰富佮荣耀。这个奥秘是基督伫恁内面，伊是恁分享上帝荣耀的愿望。所以，阮对所有的人宣扬基督，用逐款的智慧来劝诫佮教示众人，
通互所有伫基督内面真做诚实的人献互上帝。为着这个目的，我靠基督伫我内面运作的大能力，尽力地拍拼。